涨的消息，后礼拜就是5日节啊，嘉义一间开超过半世纪的肉粽店，透早就真侪人伫排练。这个生意人包粽的手拢无停过，三大鼎一摆会使煮4000多粒的粽。虽然讲在控炒到5点钟，不过民众拢愿意伫啊等。业者讲，这个5日节一日到一天爱出来差不多7-8千粒，卖了上好是传统的粽甲家乡粽。 过来，因为这个行政院检验这个食材人力啦，也是讲这个栽培，也就是呢配送的成本起价影响，今年超过60%的粽拢有起价。烧好的肉粽，吹好势，互排队等经过民众准备抢货。200来，有哪一罐好？有人一日买就是几20粒，个人一捆啊包2大袋肉粽冻起。收碗来，店家刚来当讲一声歹势，后摆也较早咧。 3点半头一点。一间肉粽店伫咧在地做超过半世纪，已经传承3代。好食撇步就是鲜，用料阁实在。肉粽内底有包香菇、两钱、溜鱼含生鸡肉，拢总8种料，口感食起来是 Q，阁袂烧油。2点来伊就出炉啊，对无？下午啦，吼。嘿，啊，我头2点10分来，没了。我够香啦，差10分香啦，我没了。哦，肉的口感特别好。哦，我有1800的，有1400的，有800的。哦，它要煮多久才会好？煮5个小时。进端午节的话，可能7、8千颗这样子。为着满足人客，店家讲9月过来因火力全开，3大鼎一摆当煮4000多粒粽，逐摆5点钟，一天2时段供应，大概是袂用甲变过。我都做16个小时以上，很累吼。上受到欢迎是传统粽、家乡粽，感谢人客支持。头家讲今年的肉粽维持原价无起，不过经济行政院消保处检视，今年受到实在人力和送货成本影响，有60%的肉粽继续留起价，所以民众想要买，会当加注意一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